睇房時間，官方部基本房間嘅面積係25平方米，空間感唔使講啦。由影片可以睇得出，呢一度絕對係講緊實用面積啊！採用嘅係簡潔商務風格，雙人床係由2張單人床合拼而成，但係呢，上面就有好厚嘅床墊，所以舒適度 OK。床頭位置就有充電同埋 USB 插頭，電視呢就係普通嘅數碼電視，但係就有 HDMI 插位。浴室嘅空間一樣都係好夠啊，但係呢度就冇浴缸。呢度全部嘅房間都係由舊屋邨1至2個人嘅單位改建而成噶，而且簡潔嘅設計同埋家私擺位都係好合理啊，空間感真係冇得挑剔。加上呢度嘅保養真係做得超級好啊，唔講我都睇唔出，原來已經經營咗12年咁耐噶啦。加上堪稱九龍區最優惠嘅價格，呢度確實真係一間冇得挑剔嘅青年旅社啊！